大家好，99蚊星期三披薩克優惠，99蚊係呢個夏威夷風光，你俾多20蚊有其他口味揀，總共有3款，最平99蚊，加24蚊有芝心邊。咁我呢個呢就係冇芝心邊嘅，咁啊99蚊夏威夷風光，即係火腿芝士菠蘿大批，咁啊個份量都幾大嘅，一個人咁樣食2至3塊都食到2-3餐，係啦。逢星期三99蚊披薩大批優惠，有冇會員都可以買，可以喺個 app 嗰度撳，又可以去現場嗰度買。